家己家子啊，华语叫做脚趾头的庙尪，伫台湾已经有100多年啊，流传真侪所在，所以有真侪台湾名，叫做庙尪、家子啊、家子翁啊、翁啊、细仙翁啊、南糖啊、南糖翁啊、南糖花啊。艺术品甲艺人同款，人红名就多，有必要甲伊的名做一个介绍。红啊，就是神佛的画像，也是刻像。家子啊，大部分放伫庙里，互人看水，才号做庙尪。细仙翁是甲大仙翁相比较的。即款的红啊，拢是过油，有真水的色彩。油的本地名叫做汤，上釉就是过油蓝汤。日本人甲伊号做家子烧、家己烧，这是日本人初初看到的，是中国岭南人做的庙尪。就甲伊号做家子烧、家己烧，这是日本人初初看到的，是中国岭南人做的庙尪，就甲伊号做家子烧。其实家子包含越南北部，佮因为台湾的家子师傅拢是家己人，就甲伊号一个新名家己烧。台湾庙尪的开基祖是家己的叶王大师。叶王因老爸是一个做灰的师傅。叶王种着老爸的天分，自细汉就真爱捉土翁仔。有一摆，伫蒙仔埔看牛，捉一寡土翁仔做义娘，互过路的广东师傅看到。看出伊的才情，就甲因老爸参详，收伊做师仔。伊也真出众，烧出来的庙尪金骨通光，袂输是玉仔咧，阁是好体水款。就安尼，台湾庙尪成做台湾国宝，伊也成做台湾庙尪的开基祖。庙尪水是水，毋过伊是低温度烧的，毋是真定度，袂堪得吸一个，所以拢放伫庙里，悬悬的壁倒，厝顶分你看，无分你摸。现时庙尪是艺术品，有在流通买卖。那叶王流传落来的大作，才剩2个所在，一个是台南客家朱济宫，另外一个是台南的振兴宫，拢是因镇宫的宝贝，比神较有名。作者屈文锡。